没嘛？没嘛？嘿，叔叔，爸嘞！我有等考没有？姐，我等录讲了。爸嘞，我了没嘞？今晚要叫一下到我哩，以前呢，韩国没事的。先生人要嘞。我是那种要的，米西嘛呀嘛的，多，我啥不叫多少多。阿表嘞？我啥不叫多少了？你妈，变表子的嘛？啊，你那么包了？我米不啥不叫多少？叫不起，啥不关系？大不关系，大不关系。发表了，发表，把啥发表了？人把啥发表了？哦，叫我们是50%关系吧来说的吗？大不关系吧来说的吗？妈原来呢，想讲的，我老出来，俺都别忘了。哈，谁把你俩嘞？我啥不米了快了，把啥不去了？把啥东西了？把啥东西了？对嘛？谁搞的嘛嘞？俺那边对嘞，俺那边对嘞，这嘛叫嘞？谁们那样回来的？啥大家把我表嘞？这来嘛呗？啥不瓜？啥不？